我作为一个律师，我考验过别人，别人也考验过我，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考验我的真情，我的爱。你这样下去，你这样的方式，你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幸福。李志，李志，追不回来了。看我今天美吗？把你内裤收好了，干了也不收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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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乐晨去约会啊？废话，情人节不约会，难道他要去上坟啊？可以啊，走了。你跟谁去约会啊？那约我的人可多了去了，7点到9点有一个，9点到11点有一个，一直排到了明天早上。收好你的秘密照吧你，干了也不收。哎呀，讨厌！拜拜，土鳖。知道，谢谢，我一会儿就说，我一会儿就说。你今天跟谁约会啊？我今天要在宿舍里面等王老师。你不会要跟王老师在宿舍里？啊呀，宁风，看不出来，平时看着挺单纯一个人，思想那么龌龊。王老师今天要来检查宿舍。哎呀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去跟大伟看电影儿。拜拜，拜拜。大伟送的，帅哥送的。王老师送你什么了？对呀，鸽子。好浪漫啊！浪漫个屁！我是说王老师放我鸽子了。小兔子，你是打算抱着手机过夜吗？